珠海跌幅最慘嘅5個片區，你知唔知喺邊度啊？房價咧全部都直接腰斬啦，尤其最後一個啊，甚至可以講送都冇人要啊！而且呢5個片區咧，幾乎都係靠外地人買嘅。第5個保稅區啦，前幾年萬科高峰期嘅時候係賣到35,000蚊一方嘅，依家跌到18,000都冇人要，房價咧直接腰斬咗。如果係買咗嗰啲商業公寓，就更加唔使講啦，可能啊打2折、打3折都冇人要。咁啊，第4個咧，航空新城嘅 B 片區啦，當年寶龍城嘅一期高峰賣到25,000蚊，啊用暢貴嗰啲咧直衝3萬。咁啊，依家寶龍城嘅2期賣幾錢啊？新樓啊先至賣1萬，平均嘅跌幅超過60%。我同你講啊，呢2個其實都仲算好噶啦，後面嗰啲咧先至係王炸。咁啊，第3個金灣濱海商務區，當年高峰同樣賣到27,000，依家新樓12,000，二手啊1萬都難賣。嗰陣時咧打住橫琴嘅後花園個旗號，賣到火爆到飛起。依家一到晚黑啊，我同你講啊，成個區啊震到你個鬼人都冇一個。第2個就係珠海北圍啦。5年前啊，因為深珠通道嘅概念，北圍一下子咧就成為咗成個珠海最火爆嘅板塊，房價咧由萬幾蚊一下子升到3萬蚊。依家深珠通道幾時開建都仲係個未知數，但係個房價就從3萬已經跌到12000、3萬。如果係高峰期買嘅話咧，隨便一套房啊就唔見咗100幾200萬啦。咁啊，第1名頻沙新城高峰期賣到123,000，甚至有啲貴嘅去到150,600。依家二手6000蚊，你都揾唔到人過嚟接手。咁啊，當年咧就畫大餅，話要打造成為第2個航空新城，幾年個時間就過咗去啦。結果係依家依然仲係咩配套都冇。嚟珠海嘅市區仲有成60公里，雷公咁遠，交通又唔方便，你想出嚟市區行下都難。咁嗱，喺珠海買樓咧，就千祈唔好俾啲發展商講嘅各種概念同埋嗰啲規劃去洗腦啦。建議都係優先揀翻珠海市區或者係景關好嗰啲，又或者係啲配套已經係完善咗嘅一啲區域啦。一定要避開上面呢5個容易揦嘢同埋中伏嘅板塊啦。